在淡水田间亲近自然、简单生活，放弃外商银行工作当 SOHO 族，刘文娟一度和父亲闹到反目。他认为说，你可能花那么多钱去念书，然后你竟然在家车包包，他不知道说我其实跟一般车包包是不一样，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创意在里面。创意还结合环保，刘文娟乐于和客人分享客家媳妇的小资省钱术，用到破损的旧包花点心思改造，就能保留主人最爱的豹纹布。亲友之一，真能赚什么钱？唯独黄志宏相信太太的才华。圆融的客家丈夫，成为望女成凤的岳父母和坚持理想的妻子之间沟通的桥梁。他主要是安抚我的情绪，因为我比较容易激动，然后他会想办法让我的情绪可以 calm down 下来。客家家训，家和万事兴。黄志宏要太太别把关心当压力。曾在法国留学的他，也会在设计上从旁给建议。我老公就一直提醒我说，你一定要放脚钉。他说，第一个脚钉的话比较有质感，那第二个说，人家放地上的时候，包包不容易脏。服务为用心，长为上瘾哈。这是海陆腔。之前我们说，服务要用心，长为上瘾哈。对，服务要贴心，才能吸引顾客。客家花布、帆布，甚至想丢弃的牛仔裤，林文娟都有办法做出一个个美丽的包。希望自己的手作心意给人幸福的感觉，而和她接触过的客人，一个个变成朋友。我说什么，有些人可能听不太懂，可是他就很有系统的知道说，我讲的那个是什么？比如说拉链什么颜色，要不要外露，然后边边是什么颜色的线，你看我们都能讨论到这么细耶。因为认真而被肯定，历经3年多，做出单日业绩破万的成绩。林文娟说自己选择的路就要认真的向前走，不忘初衷。其实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啦，对，就是一个包可能就是结下一段缘。上课喽！服务要用心，长为上瘾哈。服务要用心，长为上瘾哈。谢谢宗仪老师。